苗栗县大湖乡新开村山里住了一位91岁的老人，他不管刮风下雨，每天都到山里面去除草扫地。邻居口称为老家伙的刘天妹是山中的活宝，因为她每天充满活力，时间一到就穿着雨靴，拿起扫帚，背着割草机，沿山间小径割除杂草。林也不开一眼，这边林也不开一眼呢。有我需要俾他40本啊。我说过俺愿意啊。没有任何酬劳，但是刘天妹扫起地来却快活得很。太呀上啦！边唱山歌边扫地，刘天妹一扫就是50年。虽然已经91岁了，但是仍然中气十足。她的脸上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问她长寿的秘诀在哪里？她说每天扫地完再喝杯老人茶，就是她的养生之道。民视新闻邱俊超苗栗报道。在传出番茄有减肥和美容功效以后，现在的番茄身价连连看涨。黄番茄有维他命 C， 红番茄有茄红素。像这个切开像奇异果的奇异果番茄，金黄半透明的奶油番茄与柠檬番茄，全都是国外引进的新品种。因为番茄传出能帮助减肥和美容，全部被引进国内。不仅农民疯狂，连5星级饭店也抗拒不了热潮。新竹一家5星级饭店为不同口味的番茄量身打造番茄大餐。所以講啲黃色토마토就做啲減肥要營養，一紅色토마토是其他嘅營養又甜又好食。番茄美食才刚推出，餐厅马上到爆满，其中以女性居多。不知道他们是平常就注重养生，还是真的靠了番茄的功效？想在台湾吃遍全世界番茄吗？除了饭店的番茄美食，不妨利用假日到关西台三线走走，亲自品尝各国番茄的美妙滋味。民视新闻叶新凯新竹报道。明凤山古道在100年前曾经是苗栗客家人运送货物的商业要道，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如今成为民众假日踏青的景点。为了体验古人开路的艰辛，我们特地踏上阶梯，追寻先人的足迹。爬了500多个阶梯，来到了古道口，终于见到100多年前苗栗人经商之路。呢條古道對人當時史潭度假嘅山上而遠隨複雜，史潭度嘅鄉親而使用嘅各種嘅日常用品呢兩個度呢，要到有一啲靠一條路呢嚟開業啦。不過，隨着時代的進步，民國20年，古道被台三線道路所取代。到了民國70年，經過居民整修之後，現在的明鳳山古道成為郊遊踏青的景點。身體好啊，好，當然運動一下以後。昔日風采雖已不在，但是先人拓墾創業的精神依然留在這條古道上，生生不息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苗栗報道。